本來以為呢間餐廳幾貴㗎，但呢餐飯食落嚟咧感覺又還好喎，而且呢間係一間唔太正經嘅西餐廳啊。呢餐6個人合共消費1401。大家好，我有一句講佢嘅斜槓壯年 Phil， 又係一個要去珠城接大佬落班食飯嘅週五，就決定嚟試一試呢間最近唔少博主咧都喺度發嘅 Lipso Chef 里所。6點半左右到店，店內咧早就已經人聲鼎沸啦。好在提前致電預訂咗2樓嘅包間，店內咧充滿咗燕子同埋紅玫瑰嘅元素，不論係餐具器皿定係室內嘅軟裝，都做得幾用心。尤其係店入邊嘅紅玫瑰元素，估計咧冇幾個女仔可以抑制住自己內心想影相打卡嘅衝動啦。紅油鵝肝配法包。法包咧烘得相當脆㗎，係無限接近於餅乾嘅脆感。紅油鵝肝醬嘅調味咧係偏甜口㗎，呢個咧就有啲出乎意料。濕式熟成澳洲安格斯戰斧牛扒。從賣相上嚟睇咧，呢個焦殼感做得咧都仲係幾唔錯㗎。由於朋友咧唔係好食得生嘢，特登咧要咗7成熟，喺濕式熟成嘅加持之下，就算係7成熟，呢個口感咧依舊都係鬆軟爆汁㗎。比起隨餐配嘅黑椒汁，我更加中意直接加鹽啊！呢個價格之下就可以食到呢個份量同品質嘅澳洲戰斧，都仲係幾驚喜㗎。黑松露手工披薩。現場刨黑松露嘅操作咧都係幾吸睛㗎，而且對於我嚟講，不論係香氣定係口感，生嘅黑松露遠遠要比熟嘅好。呢個餅底做得幾唔錯，邊緣咧有脆感，中間嗰部分嘅餅底咧係有空氣感同埋有筋道㗎，麵團咧有一定嘅鹽分，所以咧就算食到冇餡料嘅部分，味道依然唔錯，我強烈推薦啦。牛油澳洲 M5 三角肉鍋物，呢道餸嘅賣相咧就相當有食慾啦。表面嘅蔥花咧令佢有啲中餐嘅感覺啊，但內核都仲係西餐。畢竟底部嘅醬汁咧係黃油，牛肉咧上台之前已經煎至4面焦殼㗎啦。服務員咧會幫手喺現場再烤製一下。喺牛肉自身嘅油脂同埋黃油嘅作用之下，不論係聞起身嘅香氣定係食喺嘴入邊嘅滿足感都幾唔錯。花雕啫海南鮑魚。小洋蔥、蔥花同埋呢個啫煲，睇落咧就係一副中餐嘅樣啦，香氣特別霸道，鮑魚口感幾唔錯㗎，軟嫩且焦香，我甚至覺得佢比唔少中餐廳入邊嘅啫鮑魚都要優秀。貴州酸湯丹麥比目魚。幾有意思嘅組合啊！木姜子嘅味道比較突出㗎，老朋友都知道嘅，我係一個相當中意木姜子嘅人啦，因為佢有住一種清新嘅類似檸檬嘅香氣，以及同青花椒相似嘅椒麻感。我認為呢個味道同魚類啊、海鮮類咧特別夾㗎。比目魚自身油脂就好足㗎啦，酸湯嘅加入唔單止刺激嘅食慾，仲可以一定程度咁緩解油膩感。呢道菜咧都幾可以體現到主廚嘅心思㗎，值得一試。如果可以再刺激啲，味道再重啲嘅話咧，會更加適合我。黑松露香茅烤雞，雞皮部分食起身咧，比睇起身要脆㗎，油脂香氣唔錯，肉嘅醃製咧幾有水平，幾入味，香茅味好足㗎，肉相當軟嫩，冇絲毫乾柴嘅感覺。表面黑色嘅咧係黑松露醬，同香茅嘅味道竟然咧係咁夾㗎。煎烤魷魚薯仔，對比前面幾道咧，呢度咧就相對普通嘅少少啦。我哋仲食咗芝士薄布肉醬手工麵，同埋香格里拉牛肝菌法蘭鍋啫飯啦。重點推薦下呢個啫飯，充滿鮮味嘅菌類同黃油咧，真係幾夾㗎，食起身咧特別香。呢餐6個人合共消費1401。有嗰句講嗰句，本來以為呢間餐廳幾貴㗎，但呢餐飯食落嚟咧，感覺又還好喎。而且呢間係一間唔太正經嘅西餐廳啊，唔單止咧有正正經經嘅西餐菜式，仲有唔少中餐元素，既有西菜中做，都有中菜西做㗎，唔係嗰種牽強嘅融合。仲有住令我佩服嘅巧思，就例如嗰道貴州酸湯丹麥比目魚，幾啱我嘅審美㗎，環境都確實唔錯，有住滿足網紅屬性嘅資本啦，咁鬼大朵紅玫瑰相當吸睛啦，感覺特別適合情侶約會。餐後仲可以去花城廣場散下步，睇睇遠方嘅小蠻腰，都係唔錯嘅行程安排啊！
兩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